係早晨，早晨先生，早晨弟弟，我想繼續我自己，我名叫 Rini Sulastri，我今年24歲，我未結婚，我算會教，我以前有做過係香港嘅1年，照顧老人家同埋照顧 BB。食唔食豬肉？我唔識㗎先生，但係我算會教。香港1年點解得1年啊1年啦先生。點解得1年啊？因為我嘅先生冇返工啊先生。屋企有幾多人啊？有4個人啊先生。邊4個？先生、弟弟、寶寶同埋 BB 啊先生。寶寶幾多歲啊？寶寶就10歲啊先識唔生。識行？識唔識走啊？識行啊先生。小朋友呢？小朋友歲半啊先生。歲半。係啊。你點知小朋友唔舒服啊？我睇 BB 唔會食飯，唔會飲奶，同埋日日都喊啊先生。咁你知道 BB 唔舒服啦，要點做啊？我打俾弟弟知，同埋我俾食藥 BB 啊先生。平時邊個買餸煮飯啊？平時呢，我買餸啊先生。你買餸啊？你識買咩餸啊？買菜、買雞、買魚、買豬肉，同埋其他嘢先生。點知條魚新唔新鮮啊？我睇鯇魚有紅色嗰啲先生。識煲咩湯啊？我識番茄湯、溪蟹、客雞、魚湯、雪菜湯，同埋其他嘢先生。如果做錯嘢太太鬧咁點啊？我講都唔知啊先生。有冇同婆婆去飲茶㗎？有啊先生。咁你咪好舒服咯，有茶飲喎。係啊先生，好味喎。如果做錯嘢太太鬧點算啊？我講都唔知啊先生。如果你買餸，如果你煮飯嗰陣時候，太太叫你出街買嘢咁點啊？如果你煮緊飯嗰陣時候，太太叫你去出街買嘢咁點啊？我要睇先喺廚房，我要識貨先，跟住呢，我要新醬先生。係啦，喺香港有冇放假？有啊先生。一個月放幾多次啊1個月4次啊先生。咁多啊？係啊先生。去邊度玩啊？係 cosplay 嗰度啊先生。新老闆唔放咁多日，放2日嘅啫，得唔得？得啊先生。2日俾翻錢。好啊先生。記住喎。唔緊要啊先生。好，有冇嘢講啊？有啊先生。唔該先生，我弟弟，我係望你接受我做嘢喺香港，我會勤力做嘢，老實聽話，好好做滿2年喺香港。多謝先生，多謝弟弟，再見喺香港，拜拜。拜拜。唔該晒先生。